观众朋友，早上，欢迎收看6月26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先来关心国内疫情，国内昨是增加76个本土病例，有5个人染病死亡。另外，进前对秘鲁回来的一位阿嬷和伊的孙仔，因确定是染到印度Delta变种病毒。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明仔载开始，若准14天内对巴西、印度、英国、秘鲁、佮以色列、印尼，佮有孟加拉这7个国家入来台湾的旅客，无论是搬机房或者是去旅游，拢爱去集中检疫所，该做 PCR 检测。新冠肺炎本土个案继续增加，拜5、25新增加76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32例上多，搁再来是台北市20例，桃园70例，新竹县4例，苗栗县3例，彰化县甲高雄市各2例，宜兰县归仁市甲台中市各1例。确诊个案内底有34例是地区隔离，也是检疫期满采检阳性的。另外也新增加5例的死亡个案。而进前对秘鲁返来台湾的祖孙2个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画到就是印度的变异株，为了防堵变异株侵入台湾，指挥中心宣布，对礼拜27零时开始，对巴西、印度、英国、秘鲁、以色列、印尼甲孟加拉这7个重点高风险国家入境的旅客，含过去14天旅游史甲转机，一律爱住伫集中检疫所，而且大入去的时阵甲检疫期满之前，拢必须爱进行 PCR 检测。其他国家的入境旅客入境时应该自费住检疫旅馆，也是集中检疫所。检疫期满时必须进行 PCR 检测。各级航空公司的机组员对高风险国家返来台湾了后，应该伫厝检疫14天，检疫期满嘛要采检。我们要加强边境及社区相关的防治的作为。好，第二，刚刚报告过，全面提升入境旅客的检疫措施。对着台湾新冠肺炎致死率达到4.2%，比全球平均的2.2%较悬。台北市长郭文铁指出，不是死亡率悬，而是乌数伤多，真侪感染者无法抓出来。对此，指挥中心讲，各国疫情的初期致死率拢偏悬，台湾的致死率悬，主要原因是聚会个案较多。但市长强调，每一个国家拢想要把稳重的个案解测出来，一定爱及早来斩断这个传播链。不管是稳重的个案，也是发病个案，拢要及早来列出隔离治疗，这是咱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咱高雄美国药厂买24万吨的莫德纳疫苗，伫10月下晡送来台湾，昨就药署已经检验刷，也完成封检。昨封检的是咱高雄美国药厂买的第2批9岁的莫德纳疫苗，伊的效期是到今年的12月15。也拿美国官方管的250万吨的疫苗，伫2月也完成检验和封检。不过，这2款疫苗会当注的量和包装拢无同，为着避免捂唔到去，6月30会先配发迄批美国官方送的莫德纳，对7月开始就开放第1类到第8类拢通来注射。注过第1档的人，也会当来注第2档。有真侪民众预约注疫苗了后，煞拢无去注。不过一罐疫苗若开来注，就要伫6点钟来注了，若无就爱等掉。为着卖讨债，指挥中心就宣布讲，逐工的上买1罐驻村的疫苗，18岁以上的民众拢会当去注文来注射。国内新冠肺炎疫苗开始大规模来注射，每一罐疫苗至少会使注10个人，而且疫苗若已经开开，一旦过6点钟的使用时效，只好被迫献杀。为了提升注射率，指挥中心宣布开放注射单位广告疫苗注射作业，甲开放后补的名单登记，也开放无互列入优先注射对象会使来登记，也就是讲18岁以上民众就使来排队后补注射。对了，开放驻村的疫苗了后，可能出现的乱象，地方政府甲医疗医所也无同的看法。18岁以上的成年人到65岁有1600万人，他们来预约，可是怎么等都等不到，或者是说天天会打电话来问说什么时候轮到我打，这个各施打站的外面门口来大排长龙，反而造成群聚的现象。这个是一个也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因为怎么样排序，怎么样排队，这个让我再想一天。但今麦强调，原则上医院依照风险排序，经由有药方式来处理，会甲规个系统规划好再宣布，互全体应用发挥到上大，会甲专家来讨论规划，26个公布完整的配套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西南风会阁变强，会形成上大雨。高雄和屏东这个地区早起的雨势是真大，咱先来看温度。
对今仔日到拜三，因为黄霜啊雨的方面向北平甩，佮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天气是无稳定。这方面的中南部随时拢会可能落雨，高雄和屏东这地区早起的雨势是真大。中部的地区也有机会落短暂雨或者是雷公雨。北部和东半部这边是高温佮小热，不过过昼也可能上大雨。这届中南部的雨水可能一直落到拜三，而且雨势拢是真大，民众得爱注意。咱也来关心国外的一个消息，就是伫捷克东南部哇 Austria 边界的这个地区，日时暗时互各地啊风霜冻，伊的风速是有到1点钟300公里，这恐也是捷克历史以来上强的各地啊风。当地有7个城市霜冻甲真艰苦，目前是尚无5个人死亡，上百个人受伤。这粒连光风甲土沙拢卷在天顶起哩。捷克东南部甲奥地利、斯洛伐克边界乡镇，24汉受到连光风袭击。连光风行过了，树仔被吹断，车被降害，有的厝被更加只敢若剩骨架啊尔。也讲真侪所在发生火警。To se nedá popsat. To jak za války, prostě to se tady točilo, všecko letělo, prostě střechy nám to brali, 100 dolů nám to vzalo. To se nedá popsat. Stromy vyvrátěné, vidíte hen tam, jak to zebralo, ty lípy a to všechno. Nemůže mít dom. 四季拢乱糟糟，要民众思想。气象学家讲，这粒连光风的强度只有 F3级，甚至到 F4级，风速上悬1点钟267到322公里，伫咧中欧正罕见，是捷克史上上强的连光风。Žijeme v ére, kedy je globálne oteplovanie a práve jednou z podmienok pre vznik takéhoto tornáda je horúci a vlhký vzduch a tieto podmienky sa u nás teraz dosť pravidelne vyskytujú. 当局讲有7个城镇受到大规模的破坏，总理也锁定参加奥运会的行程，赶去灾区视察。Tornádo nepochopitelné, to jsme vždycky viděli ve filmech, viděli jsme to v reportážích ze Spojených států, v Čechách jsem si to neuměl představit. 捷克受到重大天灾，总统府讲，蔡英文总统已经请外交部向捷克表达慰问甲关怀。若是有需要的所在，咱国也愿意提供灾区重建的协助。公司新闻陈伟玲、吴kỳ昌编辑。请观众朋友来关心今仔日的报纸重点。先看自由时报，经过美国在台协会昨宣布讲，第11届讨论美台贸易的体法会议，一直6月30日要召开线顶视讯的会议，这是经过5冬了后，搁再恢复开会。美国在台协会也表示讲 ，AID 的处长李英杰和驻美的代表肖美琴拢会来开场。再来是联合报，3期警戒已经超过1个月。保持教育协会表示，政府推出的纾困方案审查实在上慢，钱要拨落来，即马已经有上百间的补习班经袂落去，让予别人来经营。教育部表示讲，即马收到6000件的申请案，有强买4000件有欠资料，已经要求业者来补资料。另外，也有买2000件通过初审，等待复审通过，会赶伫6月底之前，把钱拨出去。落尾是《中国时报》，根据外国媒体摕到一份 WHO 的内部报告讲，未来亲像老人这款高风险的族群，因逐年拢得爱注新冠疫苗。一般人可能2年得爱注一届，才通对抗这款变种病毒。佮倒来关心国内的疫情，屏东迄对秘鲁回来的阿嬷和伊的孙仔，因是确定染到印度Delta变种病毒。这款变种病毒伊是真够炭，屏东也赶紧设快筛站。另外，伫高雄咧有增加2个病例，有因是伫即个温子宫病院一个确诊者传出来的。目前有5个家庭，计共15个人胃着病。屏东2.5无人确诊，不过进前为秘鲁入境确诊新冠肺炎的公孙2个人，基因定序确定是印度变异株。因为欧洲疾控中心讲，印度变异株传播力比英国变异株高4成以上，中央全面升级入境的检查。屏东县政府讲，确诊者密切接触的拢有进行过 PCR 甲快筛检验，拢是阴性。不过下晡紧急增加快筛检验站，扩大采检。基因的定序是 Delta 的病毒，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其他相关的有关联的染疫的情况是不是同样的变异株，也许是不同的感染源。
扩大框内，全面裁剪，已经启动丰港善渔2村全村的筛检。因为秘鲁倒来的公孙2个人确诊，造成亲情吉林车司机拢总7个人感染。为了阻断传播链，滨海县政府紧急呼吁接触者行过所在也拢消毒。高雄25新增加2例本土确诊病例，也是新北文主公指标个案所引起的家庭烧话佫摊开的。市政府统计，这阵人烧话，互高雄5个家庭15人感染到。亲属之间的移动，造成整个包括有原来的一开始的2个家庭到今天为止大概有5个家庭市政府讲，新增加2例是酷热的居家隔离对象，民众免烦恼。对印度变异株传播的风险，已经要求往来屏东农会的载货司机、果农、菜贩拢要采检 PCR。专区大型蔬果市场工作人员嘛开始做测，会依照中央的规定顺序来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目前咱国内本土病例数，昨日本土病例阁增加74例。台湾本土病例数计共有13245例。咱来看各县市病例数量。目前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包括新北有6350例，台北是有4343例，超过100例有桃园679例，苗栗542例，基隆有298例，彰化是260例，台中有197例。另外死亡个案阁增加6例。目前全台湾本土阁加上境外的病例，计共有14465例。本土病例数部分是本土病例数是13245例。这个统计资料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消息。3级警戒要延长到7月10日，餐厅甲观光业是强要经袂落去。伫台南呢，就有一间卖牛肉汤的老店，决定甲分店拢收起来。另外，原地有真侪人客会来洗温泉的关仔岭，即马是无半个人影。标定啊，挂着去年电视中甲单机买车的人来访翕相，真大餐厅内底时阵只有工作人员伫咧切牛肉。台南有名的牛肉汤老店分店，未堪疫情的冲击，甲每个月780万的固定的开销，决定在7月底关店。纾困的部分我们都不符合项目啊，所以才会想说忍痛，然后就结束营业。疫情大影响餐厅甲观光旅游业，来到台南的关仔岭，原本拜五下晡就出现真侪车的街路上，即阵无啥车，拄最好的红仔街，航港公区是无人客，店头是真无奈。像现在这样啊，继续撑，对啊，继续撑啊。还可以的话，就是把那个纾困的部分留给需要的人，可以撑着就撑着这样。关仔岭则得到交通部观光局的台湾好汤观光友善环境奖金奖，不过规个温泉区敢若空城共款，愈看愈心酸。这时阵得奖无起到加分的作用，真侪业者只好趁这段时间安排员工来轮休，也是规期停业来降低成本。这间交易嘛是有极限的。对。啊，若无极限，你看头家要安怎？啊，员工要安怎？员工就我看无薪假尔，所以像政府爱重视这块啊。疫情甲咱看无真棒，互袂少业者挡袂落去。台南市政府表示，会盘点这资源，设法替业者来经过这一关。碰到了营运困境，我们要积极帮忙加以纾困。我们期待把现在准备好，等到解封之后，能够月起关子岭又再次成为这个观光胜地。虽然中央已经通过纾困4.0，不过随着3级的警戒一再延长，委提建议希望中央依照警戒长度，相关的比例，互因第2波的增加纾困，帮助受到冲击产业斗阵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在地消息，全台湾农产量第3季彰化也启动菜市产销链安心防疫专案。昨伫彰化市，有田中的果菜市场，拢有做快筛，目前检验1000多人，全部拢是阴性。人员一个一个照顺序排队等待快筛，因为北农逼出新冠肺炎群组，就惊影响到全台湾菜市规矩的供应，加上经销商南北往来，增加胃病风险。彰化县也针对县内7大果菜市场进行快筛。主要咧销的部分，就是拢是咱在地，也是讲其他所在来遮在的迄个贩啊。咱总共送200几名，但是我看来排的包括你这边咱嘛有去叫迄个报道迄方面啊，应征迄方面的款
目前你甲看这个人潮秩序都还不错啦，也蛮配合的。中华关目前已经快筛1096位高菜市场相关作业人员拢是阴性，若无时间前往台检站的民众以及煞后的采检，就请民众家己去县内12间的医疗院所。后续每隔7天一次，就要请我们这些有在前往北农的这些物流业者哈，我们会有12家的采检的医院，请你就安排抽空。在这个7天到期之前去做相关的一个快筛的一个筛检。另外，中华溪湖肉品市场、产保鲜鱼市场，拢是甲果菜市场同款的拍卖交易形态。卫生局也表示，会阁深入了解这两大市场的交易甲供应网络，规划安排快筛管理的机制，希望早一步准备，减少疫情传播的风险。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嘉义县即马有设一个防疫消毒网，内底有环保局所统计的资料，包括人丁济的所在，或者是确诊者的行踪等400多大的地标，这拢开放民众去查，互民众会当随时掌握环境消毒的进度。为了防止疫情扩大，嘉义县的人流热点确诊卡者，继续拢有消毒人员会来消毒。嘉义县环保局统计，目前已经动员超过3600人次消毒6000多位。这些资料即马拢放伫网络顶，互民众会当来查询消毒的进度。我去这个地方安不安全，或是我进出高铁到底安不安全的有疑虑的都可以上到我们这个消毒网来看一下这些消毒的这些状况跟成果。嘉义县政府表示，今仔日全国防疫会议有向中央反映，希望甲北部县市同款，互人务、司机、市场人员拢会当接种疫苗。而且针对农渔民平常会去的农会，嘛希望互工作人员来注意了。最近的很多疫调确诊者，我发觉讲真卡，足侪人拢会去农会领钱那实际上我们过去的疫调里面也有发现到这样的案例，所以我感觉讲农会议会的第一线工作人员，基本上是应该把它打疫苗。嘉义县是农业县，而且老大人的人口比率嘛真悬。县府强调，为要增加社区的防疫，消毒的工作也是袂当放互松零，而且希望透过中央的支持，会使为各方面增加群体的防护力，防止疫情的传播。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行政院进前是宣布讲，学生停止到学校上课到休热，真侪家长拢讲，线上教学的效果实在无啥好。尤其读国校1年还是2年的学生，若无大人来斗看顾，学习恐惊是对人袂着。台北市的教育局也咧规划讲，要伫开学之前安排一寡线顶的补救的教学。囡仔期间上课已经够挂过，但是对一寡学生，尤其是国小1、2年的囡仔来讲，长时间坐伫电脑前，其实常常坐袂牢，效果嘛拍折。我们在线上的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小朋友，他明明已经是在课堂上参与，就是他也有加进会议室里面来，但是他就是完全没有互动，他可能就是课堂上的客人。伫国小教电脑课的蔡老师就表示，对年岁愈细囡仔来讲，线顶上课无专心，爱有大人陪同操作等等的问题较侪。嘛，因为台北市教育局有接到一寡家长来反映，烦恼囡仔的学习状况，市府规划伫新学期开始进前，会对国小1、2年的学生，先做1、2礼拜线顶课程的辅导，检视停课期间吸收的程度。那我们也会请学校是不是针对在线上学习当中老师所掌握可能学习状况需要再加强的，或者是说在视讯上有一些困难的孩子可以在开学后能够利用一些时间可能在开学的前1、2周后，其实可以把课程再做一些的整理跟调整让孩子有一些的复习跟补救的可能。教育局表示，因为各级学校开学了后，应该拢会有复习的课程，所以先针对国小1、2年的学生，先规划辅导，互囡仔对进前上过内容更加了解，所落来开学才通对着进度。记者陈雅文、赵水台北报道。咱镜头过来国外，全世界拢有囝生少、人口老化的问题。虽然人口上济中国，因也有同款的问题，这恐惊会影响到因的经济发展。中国呢，伊着改变过去鼓励民众生2体政策，即马要鼓励民众生3体来救生育率。少子化问题愈来愈严重，
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拢伫咧想办法，怎么就连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也同款。根据中国所公布的上新的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人口的成长有减慢。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的生育水平。这主要是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过去10年有人口红利的中国，怎么也拄到人口转型，劳动人口降低、人口慢慢老化，加出生率伤过低，这三大问题若是继续落去，会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对此，政府推出新政策，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0日决定，开放一对翁仔某会当生3个囡仔。中国会自全面2个囡仔行向3个囡仔的政策。学者讲放任生育，表示两胎政策失败。生小孩可能对我们来说，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吧，我才考虑生小孩。然后至于二胎的话，还得考虑自己的这个精力问题。生囡仔、请囡仔真开钱。当初一胎政策的独生世代，除了翁仔某2个，也怪是4个老人、3个囡仔。我们还得有工作，还得去赡养老人，还得去带孩子。我们，这个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太困扰了。有女性担心，开放3个囡仔会进一步加重职场上的性别歧视，这就是工资待遇降低。而且有真侪人认为，生囡仔是基本人权，是毋是要生，家己会当决定。中国少年人怎么拄到是生会起、饲袂起的时代？若是政府无法度创造出有利生囡仔的环境，提供配套的措施，就算未来全面开放生育，可能是政府咧杀，民众歹惨。公司新闻王炳文编辑。即马全世界气候变迁拢真严重，造成海水也一直升。未来全世界伫海边仔的城市，恐惊拢会河水淹去。联合国的报告就指出，亲像孟加拉的首都，或者是巴西南部一个海岛的城市，拢有这款危险。海涌一直冲咧河边。住伫咧海边仔的民众，只好暂时用沙包挡伫咧门口，不过伫进行一场水灾，因的厝就部分被侵蚀。O meu terreno ia até a frente das pedras lá embaixo. Eu acho que perdi uns 7 metros de terreno, mais ou menos. 这是巴西南部大西洋海岛城市佛罗安纳波利，当地这几年常常落大雨，若落大雨，佮拄着大满流，烟花就会做大水，加土石流。真侪海沙包拢被侵蚀，沙包也挡袂掉气候变迁的效果。É uma solução provisória, tá? Mas não resolve o problema. Eles querem obra de contenção, os moradores querem obras estruturais de muro de pedra, de rocha, de roncamento, mas já foi, não é permitido por lei. 当地居民担心，若呢继续落去，因的厝总有一天会互海水规个淹过。拄着同款危机的，也有孟加拉的首都达卡的居民。本来因住伫咧南部海岛地区的比干，12年前因为直连做大水搬到达卡，无想到讲这么达卡也拄着海平面上升的危机。आमच्या जागा असे जागा होती ना आता ते बरी तर रंग कोनो रास्ता नाही थाकार मधून कोनो परिस्थिती नाही आम्हाला पारून ना तो टाका उचकायते একটা ফ্ল্যাট বাড়ালে তো এক জায়গা ভালো জায়গা থাকতে পরিবেশ তখন আমরা কি করব তখন তাকে এইভাবে মরণ আর কোনো তো রাস্তা নেই联合国一份也未发表的气候变迁的报告就讲，孟加拉海平面上升的问题真严重，到2050年可能有上百万的居民被迫成为气候难民。当时全世界有3亿人口，每年拢会拄到做大水的危险。达卡加巴西海岛城市的例，已经甲咱讲，全球暖化危机已经伫咱眼前。公司新闻詹慧斌编辑。搁再提醒观众朋友，今仔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遮方面的中南部随时拢会可能落大雨，北部甲东北部是高温搁小热，毋过过昼也有可能会上大雨，民众就爱细记。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资料。北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是24度到31度，南部地区是24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24度到31度，
外岛是24度到30度。观众朋友，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佮继续收看，感谢。